老掌沟第二天继续出发，昨天不是去完了好汉坡吗？全程无压力的上下坡，包括掉头之后，炳哥和我说一定要去体验一下老掌沟的交叉轴。说实话，我的第二代猛禽之前就很难试出来交叉轴的极限在哪里，上一代的 Down Trail 我就已经很大了。当我看到这里的交叉轴之后，我心想终于可以试出来新猛禽的极限在哪了。因为我们是3台车一起去的，看到了老杨的 SUV 发挥如何。这台柴油的途锐其实国内非常少见，熟悉的柴油机太喜欢柴油机的声音了。老杨这台 SUV 因为带后桥锁，所以虽然有些离地，但是还是很顺利的走完全程。到我猛禽来试试看同样的交叉轴，因为新款这个后悬5连杆结构，我就已经知道了很难让它离地，所以我都挑难度最大的交叉轴去走。但是感觉什么你们知道吗？全程压根就没有出现过离地的情况，就连前独立悬挂也一样有很大的 down travel。这么大的行程，我就想知道还有什么交叉轴是走不了的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来看看炳哥的车子表现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